又到年底啦，業主咧話要錢唔要樓啊！今次咧一於玩盡佢，直接咧做到小區地板價。坦洲嘅豪宅佳景康城3期啊，業主收樓3年幾咧，保養都唔錯啊！一齊上去睇下咩情況。嗱，咁上到嚟呢個單位啊，業主咧佢同我講收樓3年幾嘅時間啦，雖然睇到嘅嘢係比較多啊，但係咧佢其實係比較少住嘅。呢套咧產權面積啊114個平方啊，使用率咧套內都有114啊，換言之咧使用率係100%。嗱，佳景康城離珠海有幾近咧？鏡頭出邊咧就可以望到啊，山姆會員店個方向啦，南北兩邊咧各有露台嘅。咁呢個裝修咧係開發商原版原漆嘅裝修啦，另外咧業主又使咗20幾萬去搞呢啲衣櫃啊，同埋呢啲背景牆軟裝啊。佳景康城啊3期啦，咁業主買翻嚟咧就230萬嘅包埋稅，咁啊依家咧就話降到小區最低嘅價錢啦。咁佢同我講啊，依家咧只要還價唔過分嘅話咧，考慮下都可以出售噶啦。咁佳景康城3期啊，咁樓下咧就有業主嘅會所啦，同埋泳池嘅。翻到去香港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咧，樓下就有巴士站噶啦。呢套樓咧保養有成90成新嘅，咁首期咧圍到20零個咧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評論區留言約睇啦。Thank you。